歡迎收睇 Sports Network， 我係郭子龍。倫敦奧運得到男子體操個人全能同男子雙槓兩面銀牌嘅阮馬素，成為2012年其中一個人氣急升嘅體壇彗星。呢位現年25歲嘅德國人，爸爸係越南移民，能夠喺社交網站 Facebook 吸到超過23萬個支持者。阮馬素自殺式嘅武器係佢殺死人嘅面孔。阮馬素大駕光臨香港，當然亦都受到廣泛關注。阮馬素喺香港親民嘅態度俘虜支持者嘅心，特別係一班女性。混血型男嘅6日訪問行程非常緊湊，同本地體操新秀交流傳授心得係其中一個環節。當然，同支持者擊掌見面亦都係重中之重。喺香港迎接2013年來臨，阮馬素坦白話好想花啲時間欣賞呢片東方之珠。香港俾佢嘅印象亦都特別好。It's crazy.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at the airport also, and yeah, it's very cool, and I'm happy that I can make a visit here. I often thought about retirement all the years because it's a hard sport, and you often think about why I do this, but I'm still having fun and I keep going. 帶同媽媽、家姐同女朋友到香港，唔識中文嘅阮馬素都入鄉隨俗。你好 to the Hong Kong fans。家姐識講一口流利嘅普通話，阮馬素都話想學多啲中文，只可惜真係冇時間。特別係倫敦奧運得到2塊銀牌之後，工作同訓練排得密質質。香港足球代表隊前中堅吳偉超決定重返中甲，告別太陽飛馬，加盟天津松江，簽約2年，希望幫球隊打上中超。31歲嘅吳偉超曾經效力上海申花同浙江綠城，對中國足球相當熟悉。當然呢一次轉會對阿超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吳偉超喺太陽飛馬嘅告別戰係喺聯賽主場鬥南華，下半場被郭建邦、鄭禮軒同李威廉3次偷襲得手，最終飛馬輸0-3結束首循環，南華就成為首循環嘅冠軍。尾段吳偉超亦都踢到動咗真火。成績喺而家呢一刻一定唔滿意，即係我相信我作為我自己或者球員都係咁，其實未完啊！即係去到第3，去到其實第8位4分5分，即係講緊嗰個距離。即係只要我哋喺下循環對翻住大家同級嘅，我一定要喺嗰度攞3分。咁其實我哋仲可以打翻上去頭4。1月係啊，即係一定我有即係有出入啊！即係喺前鋒啦、中堅嘅人選，我都會有變動。咁會喺個集訓裏面都會有新球員加入啊。咁希望喺嗰個集訓新球員加入裏面去磨合，喺嗰個默契裏面去準備下半季啦。港甲第9週最大比數嘅一役係傑志作客7-2狂勝標準流浪。干拿高同佐迪各有2球進帳，但係講到最妙嘅一球，肯定係劉傳坤嘅一腳重炮，全取3分，但係丹尼勇戰受傷。傑志總領隊伍健亦都有怨言。踢腳啊嗰啲冚唪唥完全冇擺過。阿 Pablo 喺呢度嗰下喺個膝頭哥度掘落去嗰下，即係臨尾㗎啦。呢啲完全連吹都唔吹啊！即係我都唔知佢真係搞乜鬼啊！真係你最基本我都話，你判斷係點樣唔緊要，你要保障球員嘅安全啊嘛！完全係保障唔到球員嘅安全，今日場波都唔知做乜喺度。咁今日咁啊，使乜佢喺度啊？自己踢得啦，踢落去踢親都唔使吹唔使罰嘅，咁做咩？即係咩叫做犯規，咩係故意掘落去嘅嗰啲，你要分得開㗎嘛，你要處理㗎嘛。即係唔係可以咁樣去即係糟質啲球員，即係踢腳點樣都可以唔使處理嘅。咁我真係唔知道做咩。因為經濟問題，經歷過大地震嘅屯門喺港甲繼續用成績建立口碑。主場對和富大埔，憑住比圖上半場嘅12碼險勝1-0，積分榜僅次南華同傑志，成為首循環嘅3哥。下半季嗱，希望我哋喺個足總杯嗰度，希望我哋入到晉級，繼而入到決賽最好啦，係咪？因為呢個係我哋
老闆或者我哋球員都係個願望嚟嘅，同埋喺聯賽嗰度希望有機會嘅話打返高啲名次，或者有啲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提拔啲新嘅球員出嚟咯。因為其實我哋班你見到我哋係今日都有好多年輕球員喺度，我哋希望亦都喺日後有機會俾佢哋出嚟試下去踢下。個幾月冇比賽嘅橫濱 FC 香港主場對付奇兵南區，最終踢成0-0。日本新秀門將川井泰希亦都落實喺1月1號正式加盟橫濱。所有嘢都係過程咯，即係其實今天我哋睇到就話咩都要經歷嘅，即係你一個職業球員，你呢啲賽程嘅嘢有時係嘛，你係冇得選擇嘅。咁但係當喺呢個過程裏邊，好踢好耐啦，冇踢好耐，佢出翻嚟踢，佢點應付咧？即係對我哋啲青年球員嚟講，我覺得今日其實佢哋係好集中啦，係嘛？今日見到其實好想去製造好多嘅攻勢，但係當然啦，密集就唔係咁易破。咁我哋我覺得今日兩樣嘢啦，南區嘅絕技。係嘛？咁我哋做到防禦得幾好啦，係嘛？咁呢個係我哋唔好話對南區啦，以往我哋對應付呢啲波都係唔係特別強，但係今日我覺得班球員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好集中破解佢。香港足球喺12月進入快車檔期，聯賽之外仲有足總杯同銀牌。銀牌4強首回合嘅兩場激戰出現意外嘅戰果，公民同南區分別作客擊敗南華同和富大埔。不過兩支黑馬分子嘅領導層都對晉級保持審慎嘅態度，同樣認為次回合存在好多變數。當然啦，咁而家領先1球啫。咁如果縮得太後，其實兩個高波調埋嚟，可能有少少犯錯，對手有個好啲嘅頭槌，已經冇咗個優勢，甚至乎俾對手反超前啦。所以一定唔可以話保守，希望攞到入球更加理想添啦。咁我哋而家有3個作客入球，其實呢個好着數嘅嘢。如果有啲犯規，其實我哋最尾5分鐘其實好多不必要犯規可以避免啦，好多2對1其實唔需要犯規。咁就變咗有啲太多呢啲無謂嘅罰球，咁就形成咗威脅啦。咁呢個一定要檢討啦。但係總括嚟講，其實成隊波已經發揮得好好啦，做好晒個部署啦。咁有啲小問題、小不足，每一隊波都會出現嘅。主要就係零失球咯，因為雖然話今日係主場，但係始終我哋都第一次嚟踢青衣咯。都係目標都係打翻穩守突擊，即係起碼即係球員發揮都可以接受，都樂觀嘅。但係問題就係一樣嘢，我哋太多傷兵啦。即係其實你睇到我哋今日後備名單係基本上係即係譬如葉仲朗陳永剛嗰啲都有傷，其實陳卓剛阿科夫都有傷。不過今日都係紮住上陣。初級組銀牌第2圈，乙組嘅東方沙龍16-1淘汰丁組嘅北區。強弱懸殊嘅一場波，東方沙龍由3位前輩黃偉德、梁志榮同黃振宇帶住一班新秀出擊，許家樂嘅表現最突出。9分鐘開始，14分鐘之內連入4球。我覺得今日個人整體發揮咧係唔錯嘅，咁都入咗4球波啦，咁亦都係今季第一場有入波嘅賽事啦，咁自己都幾開心嘅。當黃俊軒同黃子浩之後各入1球，踢到33分鐘，許家樂攻入個人今場嘅第5個入波，亦都係南三軍呢一役入波最多嘅一位。東方沙龍半場領先7-0。換邊之後繼續係血洗日，由後備入替嘅梁卓燕入球開始，跟住黃俊軒同謝朗軒都先後建功，又輪到梁卓燕表演。67分鐘開始，6分鐘之內入多2球，拉開到12-0。呢一刻兵敗如山島嘅北區先至由歐俊康破蛋，但係球隊剩翻落嚟嘅時間始終冇辦法止血。謝朗軒同樣貢獻2球，個人亦都演出帽子戲法。歐偉倫末段亦都交出個人今季嘅第1個入球。而當補時階段，梁卓燕完成大4喜，東方沙龍亦都結束呢場16-1嘅大勝。下一圈嘅對手係丁組嘅鑑員。開心啊！即係之前一直都係後備多，今日有得出入咗3個，開心。內地體壇週報發表2012年度中國體壇財富榜，中國首席女網球手李娜以1億1200萬人民幣嘅全年收入，力壓田徑嘅劉翔同游泳嘅孫楊，蟬聯第1。贏過法網冠軍嘅李娜正喺龍崗準備 WTA 深圳公開賽。佢透露冬訓期間做咗一啲技術調整，希望喺深圳見到成效，同時亦都為下個月嘅澳洲公開賽認真備戰。
香港網球冠軍杯重頭戲嘅男雙決賽由海峽兩岸嘅兩隊組合對碰，白帽嘅張澤、火拍龔茂欽組成嘅中國組合對付中華台北嘅李欣瀚同彭延允，最終國家隊拍檔順利勝出。近年中國網球銳意職業化改革，單飛嘅嘗試令到一班女將好似李娜、鄭潔、彭帥同晏子更加貼近職業。所謂嘅單飛，亦都就係球員獨立於國家隊形式，自己安排訓練同比賽。不過張澤同龔茂欽都認為，目前中國男子網球運動員未有條件單飛。龔茂欽話：呢一刻中國球手要多啲出外打比賽，先至可以講職業化。中國首席男網球手、男單世界排名158嘅張澤就話：未諗過單飛，尤其係國家隊目前待遇同機會都好好，就算係諗都要等到自己躋身世界前100先至會考慮。輪椅劍擊世界盃香港站曲終人散，國家隊成為大贏家。最後一日，憑住田建全同邊靜分別喺男女子個人佩劍 A 級掃多2塊金牌，以6金5銀4銅完成今屆嘅賽事，獎牌榜排第一。香港就憑住張明仔喺男子個人佩劍 A 級攞多1塊銅牌，總成績3金2銅，屈居俄羅斯之後排第3。今次係香港繼1994同2006年之後，再度主辦世界級輪椅劍擊賽，亦都係2016年里約熱內盧殘奧嘅排名賽。港隊總教練黃瑞基總結話：今屆陣中12位新劍手能夠同世界級運動員交手，係相當難得嘅體驗。單車8萬行2013為慈善出力，將會喺2個星期後嘅1月13號舉行，地點係天水圍。曾經贏過2009年東亞運男子單車公路賽嘅鄧宏業，以及2010年廣州亞運滑浪風帆男子米氏版重量級金牌得主梁浩俊都會參加。平日會以踩單車作為滑浪風帆練習一部分嘅梁浩俊，早前花咗超過3萬港元買一架公路單車，幫自己強化帶氧訓練，更加喺11月喺台灣澎湖嘅單車公路賽得到冠軍。節目結束之前，再同大家感受下阮馬素襲港嘅威力。多謝收睇 Sports Network， 我係郭子龍，2013年再見，拜拜。